主感谢，快乐练习来尊重，要很信心他听，把有对主所的希望，一切受造万物，现在上主的伟大，但愿我们的心，为主爱世界。大家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啊，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是静音。
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线到万代。这是请咱做伙因此来学乐上帝。圣诗第16篇，圣诗第16篇，咱就对主唱歌，请咱起立来因全手。这是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礼拜。感谢你的供应，让我们在生活中恩典够用，不致缺乏。感谢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大小事上都可以来仰望你。感谢主你的安慰，让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可以来依靠你。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有时我们常常只有知道、听到，而没有去行道。有时我们对主你没有信心，想着要自己来做主，而没有让主你来掌权。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有时也为了地上的事忙碌，而忘记了与主你亲近。以上这些都求主来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来祷告，求圣灵帮助，敞开我们的心门，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着智慧，领受庄牧师所带来的你想跟我们分享的话语。这是我们用主你教示我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荣光归敬拜上帝，荣光圣歌圣圣赞美上帝，赞美在地地，将爱呀。
请咱重新来启应。启应文第26篇，就是诗篇111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吟。着称赞上主，伫顶置的人自己的大会中，我要全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互伊伊作为的人拢通识，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存续，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的公义永伊使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的永远伊对伊的子民献民，伊的作为有大关联。从列邦的产业赐互因，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伊的教示拢可靠，永远袂改变。照信实正直执行。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圣，通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遵行的人才是聪明。一声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这时，请咱重新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第68篇11节。我来读第一页。做出命令，一大阵妇女传好消息。搁一摆，做出命令，一大阵妇女传好消息。国语和合版，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再一次，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愿上帝话加在咱的帮助甲智慧。这是写信传启要传咱因时来侮辱上帝，伊所要因的诗歌是：你的手永远比我大。你的手很大。
办一切水的歌声，诚济芳芳的节，达到上帝的面前，得着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为咱见到的是曾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竭尽心力完成使命，将时间交予牧师。兄弟平安。圣经的中间有足济值得咱学习的女性，亲像底波拉，这是旧约，也是以斯帖、路得；伫新约呢是安娜，也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路地亚。伫咱台湾教会历史中间，咱会去少年李邦赞牧师，也是陈秀凤牧师，也是马介博士的夫人张聪明女士。也是高丽丽林女士，就是高俊明牧师娘等等，因拢伫因所生存的年代中间，尽上帝所呼因的呼召甲使命，来活出生命美好的见证。今仔是台湾女子新学院奉献主日，真感谢贵教会，互台湾女子新学院有机会来分享信息，咱做来思考。上帝肯定咱每一人生命中间的使命是啥物？那么来努力完成伊伫咱的生命中间所定着的旨意。咱知影讲教会是一个团体，伊是继续向前行、迈进的一个信仰的团体。教会妇女伫即个团体中间，伊嘛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伫即个末世世代，咱要对上帝领受何等重要的职分。我即只要分几点来讲，就是讲上帝所予咱的使命，就是母亲的使命，信仰母亲的使命。摩西老母约基别，伊伫非常困难的中间，透过伊的查某囝米利暗来拯救摩西的性命，因为安尼约基别嘛称做摩西的义母，伫遐咧养饲伊大汉的过程的中间，真清楚甲伊讲，你真正的身份是啥物。所以摩西伊大汉了后，伊就知影伊的身份，伊就愿意讲来和伊的百姓做伙受苦，伊就毋卖伫即个王宫的中间来过快乐，还是富足的生活。汉娜将老目屎所得到的即个囝，或者撒母耳献予上帝。撒母耳称做第一位先知来高抹扫罗，甲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玛利亚伊对上帝来领受使命，伊称做耶稣俗体的老母，伊非常清楚伊本身所爱付出的。嘛，为着即个，伊真正付出相当的代价。伊差一点就互约瑟甲伊退婚。伫生产了后，就透暝带婴仔去到埃及，惊互迄个王太太。然后转来到故乡的时，12岁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伫圣殿内底，和人伫遐谈论，煞袂记转去啦。最后，咱知影讲，伊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对玛利亚来讲，西面甲伊讲，即个囡仔将来会情形是安怎？你的心嘛要互刀插透。真正伫即个十字架顶的时，玛利亚伊去体会西面所甲伊讲的话。约基别伊伫心灵深深的所在。期待摩西当成做民族的救星，上帝嘛有回应伊所期待的，汉娜又实现伊对上帝所下的愿。玛利亚伊真勇敢来回应上帝的竞选甲呼召，伊成就上帝对世间人的救赎甲计划。这三位女性，今仔日成做咱的教会中间信仰母亲的模范。我相信现代母亲甲约基别，还是汉娜，还是玛利亚，
拢有共同的心志，就是咱望咱的囝儿伫教会、伫社会有贡献。但是时代无共啊，所面对的问题嘛无共款啊。现代母亲所拄着的问题，甲咱迄个时阵做囝儿的妈妈，咱的妈妈所拄着的问题是无共款的。咱即摆可能真操烦，咱的囡仔的婚姻，还是就业，还是经济等等啊。特别咱真正看会清楚即个世代，少年人无啥爱结婚的吼。若甲伊问着讲，你当时要结婚的时候面臭臭，莫去问啊好毋好？哦，还是讲有个人就根本就好啦，我结婚啦，就无爱生囝。啊，有个人都莫结婚，毋爱生囝，啊，若同居就好啊。这是小主怀时代已经来临，所以咱当做母亲的，咱嘛心真正非常的操烦呢。这个囡仔，咱是要哪甲伊培养？互伊当伫教会行搭，互伊嘛真正爱行入婚姻，互伊的经济种种拢真正会当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啊。但是无呢，咱讲知影伫囡仔成长的过程的中间，嘛有可能就互撒旦、魔鬼来引诱离开真理。约基别、汉娜甲玛利亚因的年代无学校的教育啊。一切教导责任拢用家庭来完成。今仔日咱虽然有学校的教育制度啊，真好，咱将咱的囡仔送去到学校，总是囡仔的宗教教育嘛是需要家庭来承担啦。所以咱今仔日的做老母的真重要的使命，就是咱成做家庭宗教教育者。囡仔伫咱的手中，咱就会当。伫正做一个母亲的官兵中间，求上帝帮助，咱对囡仔的即个信仰的教育，实在是认真打拼。咱正做囡仔的陪伴者，咱认真来建立囡仔的信仰的根基啦，来好好啊管教照顾上帝所托付咱的产业。家庭的宗教教育是信仰的基础教育，所以咱讲正做一个信仰的母亲的使命，咱就是必须建立囡仔真坚固的信仰的基础。今年第22章第6节安尼讲，教导囡仔，咱做来读来，教导囡仔行合宜的路，伊到老拢袂歪错吼。伫这个和合本的圣经讲，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咱正做一个信仰母亲的角色，伫这个世代实在是非常的要紧的。但是上帝当时嘛呼召咱，除了妈妈的角色以外，伊嘛呼召来参与伫这个公共事务的角色啦。民数记第27章第7节到11节，遐有一个记载，伊讲西罗回哈有5个查某囝，无后生啦。所以当西罗非哈他走了的时候呢，这个女儿没有办法去继承产业啦。为什么？因为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觉得只能男生来继承，而且很重要的，这个要为我们的这个家族来留名啊，留迄个名。所以若是安尼，西罗回哈无后生的时，安尼西罗回哈都无后代，都无法度留名。啊，这个家族啊，可能伫以色列中间就来无去呢。所以这5个查某囝感觉无合理啦，因就去甲摩西讲啊，去陈情，跟摩西陈情啊。摩西说好，我把你的案件呢呈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所以无拍算耶和华上帝，伊就哪讲啦？伊讲西罗回哈5个查某囝讲的是有道理呢。你即马着爱为西罗回哈亲族的中间，来分土地互即5个查某囝，互因做产业，佮互因会当继承伊老爸的这财产。不只是这样哦，上帝又定了一个新的法律律例，说你也要吩咐
这个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他如果没有儿子，可以把产业给他的女儿；如果他也连女儿都没有的话，他可以把产业给他的兄弟；如果他没有兄弟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产业给他的叔叔或是伯父，就是他父亲的兄弟。假设他父亲的兄弟也没有的话，那就把这个产业呢分给当中这个中间的家族啊，中间算来较亲的这个亲属的亲像啦。用这要正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照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所讲的。洗脑会海5个查某囝，伫当时嘛无啥物上班呐，但是呢，因就是受呼召来这个继承，就是来设立来定，透过摩西耶和华上帝来定这个财产继承的条例啊。毋是干那因这5个查某囝呢，是整个以色列人的这女性，也是讲爸爸无囝这查某囝会当继承产业。第二要讲的就是讲，关心参与伫公共事务中间，是社会也是种族的这款的关心。咱知影讲底波拉是士书记内底，讲做士书啦，女士书，但是即卖咱的台语的日本讲，伊是一个女先知，伊有一个将军，或者巴拉。上帝甲巴拉讲，你着爱去和西西拉战争啦。西西拉是啥物人？就是当时因伫即个入去到迦南地了后，然后就是即个迦南王亚宾的元帅啦，就是将军就对啊。上帝讲，你着甲巴拉讲，你着去啊，我要将西西拉交伫你的手。巴拉伊抡呢啦，他害怕，他就跟底波拉说你如果跟我去，我就去了；你如果不去，我就不敢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事实上这是一个呼召。巴拉，你去啊！我已经预定好，你要打胜仗，把西西拉这个军队这个势力打败。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已经伫这个迦南王的手甲因统治20年啊！以色列百姓是非常的痛苦啦，因着求上帝嘛，耶和华上帝讲好啊，就巴拉你去改台，我要拯救你啦。这个呼召来到巴拉，但是呢，巴拉他胆怯，他拒绝了。我要跟你说，当神的呼召临到你，儿女拒绝的话，这个呼召就临到别人了。所以底波拉甲伊讲伊甲伊将军讲，即边你去你一定会赚赢，我会陪你去，你会赚赢啦。毋过呢，我要甲你讲，你赚赢迄个西西拉，即个荣耀无归伫你，因为上帝已经准备一个妇人来做这样代志。巴拉真的有打胜仗吗？有。西西拉他就战败了。那巴拉他怕西西拉的原因是说，他真的很强，他的军队很强，他还有900辆的战车，我怎么可能打胜仗啊？神真的让他打胜仗了，但是功劳不归于他。圣经安尼甲咱讲，伊讲西西拉落车起骹逃走去对去基尼人希别的某雅億遐啦。这个雅億这个家庭就是和亚宾龙因有真好的关系。为什么？因住伫边界所在若无好好是要安怎？伊是我的对顶呢，伊是统治我的人呢，但是暂时维持这款真和谐的关系。总是机会若到，呼召若到，伊就爱做耶和华上帝爱伊做。这个雅億希别的某，当西西拉到伊伫遐的时候，我足喙呆，你甲我摕淡薄水来互我啉
啉了，伊讲安尼，若我想要困，我真野先。若有人来问你，吼，你著徛伫布边的门口。若有人问你讲有人为遮来无？你也讲无啊。谢谢啦，伊野先困淡眠，就是伫即个机会，稀白的某雅玉，伊著摕布边的乞仔手去推啊，黏黏啊，去到伫即个西西啦遐，用乞仔对伊的边边钉入去哦，啊，烫到涂骹啦，西西啦就来死亡，断开。迄个时阵，若毋是邀花上帝感动雅玉的心，即个负心人呢，伊敢有去上班？伊敢有去做啥物伟大的代志？无啊，总是上帝呼召伊来参与伫公共事务，这样代志伊扮演了足好的角色。诗篇68篇12节安尼讲，伊讲君王甲伊的军队拢逃走啦，留伫厝内妇女嘛分着战利品。统领大军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也分得了猎物。这个圣经在甲咱讲，邀花上帝其实伊嘛会当用姊妹、用妇女、用女性、用查某囡仔来开始真济的，咱讲对敌啊。这个事实啦，别人毋通去点动的。邀花上帝用雅玉，一个真平凡的负心人来完成这样代志。所以咱着爱清楚哦，上帝予咱的呼召是啥？毋是我的社会地位是啥？毋是我即摆当做啥？是上帝对咱的呼召来时，咱若回应，上帝就甲咱食。以斯帖，咱知影即个王皇后的故事啊。当以色列人后来去到巴比伦的时，伊嘛是其中啊，是伊的阿叔目的甲伊带去的啊，逃走到伫巴比伦的中间。总是上帝就陪伴伊，成做亚哈随鲁王的太太王后啊。哈曼是一个奸臣，想讲哇，住伫遮犹太人吼，因信因的上帝，拢无要拜咱的神，袂使，甲因造灭啊！假无要来杀所有伫巴比伦，特别是苏珊城的遮犹太人。伊的阿叔目的甲就甲伊讲啊，伊安怎讲？伊讲你毋通想讲你伫王宫内比其他犹太人较安全啦。伫即款时阵，你若毋讲话，你若点毋讲话，犹太人会对别位得到援助啦，得到讨别解救，你甲你的亲族一定会灭亡啊！你会当做王后，敢毋是为着今仔日即个危机吗？亲爱的姊妹，你若是以斯帖，你若是知影讲你的种族要互灭亡啊，你去做王后，你有迄个机会通啊拯救你的百姓。你伫即个时阵，你安怎想？我来享受荣华富贵呢？还是我著真正无生命的危险去见即个亚哈随鲁王啊？为什么无生命的危险？咱知影即个故事嘛？知影咱著讲免讲。伊讲好，我进正祈祷，嘛请苏珊城的遮犹太人替我祈祷。3暝3日了，我要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意思是讲，若去，你个亚哈随鲁王若无接纳我的即个求见吼，安尼我死就死了，因为一定爱死。呼召了临到你的时，你安怎看这样代志？总是伊也一甲讲，你今仔日若点毋讲话，会为别个所在得到帮助，得到解救。但是你甲你的家一定会灭亡啊！
咱知讲即个故事的结局是啥？因为以斯帖勇敢，因为伊去见王，然后来拯救伊的同胞。咱咧讲参与伫公共事务，咱若讲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妇女，嘛有真侪人参与伫即个教会公共事务内底。咱根据2017年总会的即个统计报告，伊讲长老教会女性的信徒有55%呢，安尼比男性佫较悬淡薄啊。主要老师中间女性的比例是75%啦，不哩啊悬吼。女性的执事是57%呢，安尼比男性佫较悬哦。但是女性的长老是42%，嘛真悬啊啦！这是2017年啦，你若差不多1990年迄阵的统计，可能就无遮济。咱讲妇女，咱的姊妹参与伫中会议会女性是32%，参与中委会女性是27%，参与总委会女性是23%。安尼意思是讲，伫即个教会决策的高层，性别平等参与呢是愈无公平，无平等，毋是公平，愈无平等。总是即个数目你看看，嘛是通学乐啦。真侪姊妹，咱参与伫教会公共事务，真好，非常的好。即个呼召若啉到，咱就勇敢去承担。你互受选做长老、做执事的时，毋通亲像别人讲哦，我毋敢，我袂晓哦，安尼一直替呼召若到，你若拒绝，就无啊，就互别人啊。所以呢，咱真正就是讲，伫参与公共事务中间，上帝若呼召咱，咱就努力勇敢去回应。第三要讲的是啥？诚做宣教士的使命啊！伫圣经的内底，伫即个古之水边的即个妇人人，伊和耶稣相拄了后，伊就甲伊的水板甲伊放咧，走去城内去宣扬耶稣基督，讲我已经拄着耶稣基督啊！或者比路地亚即个卖知识部的妇人人，伊有听到保罗的讲道信耶稣。然后，佫邀请保罗去因兜家庭的聚会啊！即个路地亚诚做菲律宾教会起做非常要紧的一个同工啊！因拢是宣教士，将耶稣基督传扬出去。马盖博士来到台湾152年啊，今年是安尼。伊当初咧人传福音的是特别对姊妹嘛是真有负担嘛。但是迄个时阵的环境无容稳啦，迄个年代男女授不亲，有无？啊，若做十几岁就开始，然后出现有人客来，若有男性，伊就爱密起来，拢袂使去见人。要安怎样有机会妇女来传福音的？伊就想尽办法，茫敢若台保会派女性的宣教士来，有无？有哦，总是尾仔受伤嘛，是有迄个困难点。不干脆的，真正来造就本地的妇女来妇女传福音。所以伫1884年，伊就来创办淡水女儿堂啊。马盖博士亲自做校长。1901年时，伊来过往，有暂停5-6年，到1905年时。敢若来个派宣教士来，就是金仁理甲高汉娜，因两个嘛是教育专家呢，专心伫北部台湾，而且做妇女的工作，拢总有23年久啦。老实讲，因对教会妇女即个教育有真大的贡献，因嘛是真因的使命啊。啊，敢是做宣教士较会当传教呢？毋是呢，咱做一个信徒，咱嘛会当担当即款的即份甲角色，
咱讲北部教会第一位的女信徒是五股溪的丹塔社啦。伊是一个真善正的寡妇，嘛求神拜佛，伊感觉伊的问题拢无法度得到解决。有一天，伊就为五股就坐船到伫淡水的所在，听马街博士伫遐讲道理。了后，伊就留落来，伊甲马街博士讲，伊讲吼，我安尼求神拜佛，都拢袂平安，代志嘛无法度解决。毋过今仔日我听到你的讲道，我相信你的上帝的确会当互我平安。第二礼拜，伊就开始带人对迄个五股坐船来到伫淡水，一直来到最后是一台船坐满满的福林人，拢来听马街博士的讲道啦。然后因就开始开喙，你敢会当来到阮五股的所在啊？伫马街的日期吼，1872年，其实迄年伊拄来到台湾，伊3月来，伊讲8月2日迄天，马街博士就带伊的学生严清华，因着做伙去到五股的所在，去那边去见他们的领袖啦。来去讲做头人单炮陈炮先生，伊就将这个10条街，10条街送互陈炮先生。这陈炮先生伊讲吼，我甲你讲，我对神明对正的，我嘛真失望啦。今仔日吼，我甲你的10条街甲你调起来，我要照10条街内面所写的来过生活。过无偌久咧，单炮就捐一块土地，伊讲来，你来去礼拜堂，就是五股溪礼拜堂五股坑教堂。它在1873年的3月2号落成，比淡水教会还要早，所以这是北部教会第一间被建造的礼拜堂，是五股坑教会。丹塔社呢，伊嘛是正对这间教会真重要的同工，他跟那个严清华一起在那边服侍。3年后呢，就是1876年的9月17号，他62岁的时候受洗，然后就将他的童养孙媳张聪明休假来嫁予马街博士啦。一个62岁的，一个穷寡妇，一个生活真的很困苦，一个在寻求生命意义的人，他成为一个宣教士。因为什么？他会带一群妇女来听福音，然后又把马街带到五股坑，在那边建立教会。最重要的是，他把这个童养孙媳呢，就是给马街当马街夫人，而马街夫人也是淡水女学堂的第一位女老师，而且她是台湾第一位环游世界的女性。信主的人真的是有福气啊！而信主的人，他一样来担当个宣教的使命。之后呢，咱就知影讲，过来有女宣教师继续来安义丽姑娘列以丽姑娘，因继续来这些伫淡水女儿堂读的这些学生，迄阵的学生，咱甲迄个观念稍微理清一下那时候的学生不是年轻人的学生，那时候的学生是妈妈带女儿，那个婆婆带媳妇，或者是我要来的时候，隔壁的邻居就是要我带他们的女儿一起来上课的，迄款的情形啦。所以就是要来上课的人，拢欢迎，无有什么任何的条件你知影？而第一届的学生大部分是平埔族的，
30个人从花莲来的，免费的，上课了，马甲博士甲伊的学生佫敢护送回到花莲的地方。而虽然因是安尼的状况，总是因学习真理，等去教会就开始去带即个读白话字，读罗马字，开始去组织妇女团体嘛是一个新家。所以当过来是安义理姑娘，是列以利姑娘因来时，到1922年的11月27日，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姑娘楼召开北部教会的妇女，就是现在的咱讲北大女宣道会啦。用什么？用鼓励基督徒妇女协助教会传播福音、服务教会社会为目的。直到今天是102年。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样说，咱来读台语来，这个天国的福音会传到普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最后终局才再到。和本怎么说呢？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一个末期的世代，任何一个人真的要赶快扛起传福音的使命。我们要继续承接宣教士的使命，努力向前迈进，直到历史的终止。最后我要讲的是，我们成为基督的女门徒不管你是什么角色神对你的呼召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已经是结婚，你就是妈妈，生小孩，你就是妈妈的角色，这是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但是呢，除了母亲的角色，有可能你也要参与公共事务，像雅意一样，像以斯帖一样，像底波拉一样，像西罗非哈的5个女儿一样，或者是你要成为一个宣教士的角色今天早上我看到淑娟姐啦在那个地方办公室的地方然后就在那边跟我说你这个拿这些更新周刊，他说我都去发福音单张。我说淑娟姐你气色越来越好我说你发福音单张，我跟你讲一个福音单张的见证给你听。说有人就是因为这个福音单张，他本来要结束生命的，他的生命改变，他成为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小小的事情，你做了，神就因着你这样的一个行为举止，这样的一个动作，神与你同在，圣在那个地方动工不要小看，这个也是宣教士啊，也是宣教士的工作啊。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神给我们心中的感动，上帝给我们心中的感动是什么？我们就是竭尽心力去完成它。每一位姐妹都能够守住自己的职分，各按其职，成就神的美意啊！继续有那种大精灵卡架团结的福音，在这个末世世代，我们为主得着这个世代的人。也是台湾女主持人因的奉献主任就着腾飞时间，和大家做伙来分享。拄则有讲到那个故事今年是台湾女主持人140年啊，从1884年到今年是2024年，是140年。马偕博士他创了马偕医院，就是偕医馆，他那个就是台湾神学院，他亲手创的台湾女子神学院也是马偕博士亲手创的。前面这2个机构都走得不错，那我们这个机构现在在急起直追啦。没有关系，我们过去其实有碰到一些很大的困难，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站在这里，见证上帝的心意。这个机构它不能消失。他已经走了140年，虽然有很多人不认识他，但是他的存在
就能够见证神的一个荣美。目前呢，我们有除了台北以外，我们有7个分校在走哦。我们宜兰区就在我们南洋教会哦来上课，每个礼拜3早上的9点到12点哦。欢迎我们南洋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来上课好不好？好，一定要来上哦，因为你上了，你就在真理扎根，特别是在我们能够追求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放弃哦。那这是大概是1个礼拜当中圣经跟神学这个课程里头所要上的我们除了礼拜2没有以外，每天都有在各地在上课另外，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叫做生活跟灵命学程的我们有上启示录、恩赐学，就是2、3年来就不断在推，就是到各地去推我们下半年已经安排好了台东教会要上恩赐学，还有布农中会，还有太鲁阁中会他们也开始新开了，想要来上课，知道这个末世的世代圣经怎么来写还有心灵治愈、圣经人物的生命课程刚刚结束新的学期我们还会再开新的课程。当然，我们学校虽然小那我们有到各处去开课程的，我们在学校本身在台北本院来开课程的去年1年的统计圣经神学的这个学程里头有111位同学，那生活灵命学程就是在台北上课的有407，我应该说是人次因为有重叠，有一些重叠但是重叠的不多然后呢，第3点是密集课程，就是到各处去开的，去高雄、台南、嘉义去上密集课程的，去年有390人次，因为有一些人来复习，而教会跟社会学程有44位加减乘除，大概去年1年当中有900位来参加女子神学院的课程。感谢上帝，它虽然小，但是它还存在，它还是尽它的使命，神呼召我们的使命，努力在走。为了要维持或者是说传承马街的精神，我们就有一个叫做马街寻角巡礼的这个方案，有苦路的9条，有故事的9条，现在还在走，他就一直走。我说这不能停那因为今年是140周年，我们就没有心力再去那个推广。但是呢，今年来的都是外教派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台中的惊奇教会，他还走了马街以后，他又打电话来说南部有没有？那我就跟南部的同工说，有没有这个玛雅各或者是这些宣教士的教宗他们说有好，太美了。透过这样的一种巡礼，会帮助我们唤起那个宣教的精神。那我要讲的是，今年是140周年我们在历史的文献上，其实就直到1922年之后，再来就真的没有怎么办？一定要去找出历史就是把历史做一个连结。我们所以请台湾神学院、玉山神学院的学生，你们要写论文的时候，来写我们台湾历史神学院的这个故事历史。那么玉山神学院的学生已经完成一篇台湾神学院的学生在9月会完成。而这样的一种工作，我觉得继续下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开始去寻找资深的校友，听他们讲，他们当时的上课老师是怎么上，他是怎么样来上课的。我们找到最早期1958年最早期的有2个，一个是师母，一个是泰雅尔族的，这2个是同学，现在都
还活着啦，还活着，在讲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有拍摄了这个历史的影片，这些都是静态的，因为我们想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有一个动态的就是感恩礼拜，在10月19号礼拜六，应该是10点那边写错了在大稻埕教会，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这是我们找到了资深校友他们提供的照片，弥足珍贵你看这个右边的这一张照片，那个同学啊，他是洪如弼牧师，已经退休了。那另外那是老师，叫做庄金贤牧师，已经回天家了。但是他们在诉说他们上课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感动有从这个神学毕业以后后来去当幼稚园老师的也有，去当牧师的也有，去当那个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有感谢主，那时候真的是马偕有这样的眼光这是他们的照片，这是那时候是毕业典礼是这个样子。我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条路不是那么好走。当我们要急起直追的时候，当我们重新再认定这个学校的它的角色定位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定了。它是信徒装备的机构，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信徒装备机构。这个机构它需要经费去维持。今年呢，我们的预算是456万8301块钱，但是为了140周年呢，另外的一个预算是120万。当然，北大有帮助我们补助40万北大女生有20万，他说剩下的60万你们要自己去筹他们问我说，有人问我说，那请问一下，那个教会一年那个你们的单位一年补助你们多少钱我说我们是属北大北大一年补助我们5万块，其他的呢，我们是要去募款，或者是真的我们就尽量的来开课就维持一个经费上的一个平衡。感谢主，今天既然我来了，那我就不客气的跟大家来开口。一个机构它要继续走下去它是需要经费，它需要人力跟财力那我今天来了，我就跟大家大大的开口，如果邀请你们参与台湾女子神学院的事工，虽然不是亲自来成为工作者，但是你们的奉献跟支持，对女子神学院有很大的帮助。或者你们不是你们，我们大家都来参加南洋分校、宜兰分校，我们当学生，我们也要当学生我们今天也要奉献，因为你的奉献就成就了神的美意。尽量奉献，竭尽心力来完成使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谢谢你，既然你感动马偕博士对当初的妇女来宣教，成立了淡水女学堂，而成为今日的台湾女子神学院。这样的心愿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必须努力再一次发扬，努力的办学，努力的把马偕的精神，神你给我们的这些真理都能够散布出去，让更多的人得到装备，也因为这样可以成为宣教师，可以参与公共事务，或者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可爱的信仰的母亲，来造就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属灵的产业。亲爱的上帝，再次献上感恩，因着南洋教会弟兄姐妹的热情参与，让这个机构可以永续经营。因此我献上感恩，祝福南洋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
也祝福南洋教会所要进行的建堂的事工、福音的事工，都能够大大的兴旺、成功顺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写咱同心因西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510首，圣诗第510首，温困做工无嫌劳苦，请咱起立来应全首。信用使徒信心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ped倒人来受苦，变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免。大家请坐。这是咱同心来感恩奉献，祝华语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拜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当毋免奉献。请魏庄训执事请就美执事来实行。
请咱起立来因奉献的时光。感谢你，无论何时何地，时时刻刻的保守我们。在这个民俗月，大家心里彷徨，但是我们信靠你，什么都不害怕，因为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也求你保守我们，我们将我们的所有献上一点，求你来使用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之名祷告。大家请坐。这是咱做伙来读本周的经句，咱做伙读。毋过为着我要行完我的路程，完成主耶稣交代我的任务，见证上帝恩典的福音，我完全无惜家己的性命。来读国语版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上帝恩典的福音做见证。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只是来报告。报告前先介绍新朋友，有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见的新朋友吗？那我们就。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牧师有吗？好，先来介绍一下。欢迎。好，我们进入报告事项。本主日为台湾女子神学院奉献主日，感谢院长庄淑珍牧师前来景安正道，代表良阳教会再次感谢庄牧师。本周为父亲节，先预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请现场所有的父亲都起立，现场所有的父亲做爸爸。咱要请青少去来帮忙。教育厅那边有没有？谢谢。所有父亲或准父亲都起立要拿到那个礼券哦。谢谢，已经拿了。谢谢那个青少系再次拍手来纪念做父亲们的辛劳。报告事项2，7月28日小会决议：第1点，接纳513基金会申请追认案；第2点，接纳奋兴培灵会
参与追认案。第3点，接纳信徒林晨琪申请转会籍案。那第3点，7月28长职决议。第一点，接纳6、7月份收支接纳案。第2点，接纳2025年度月例采购至信徒案。第3点，接纳重阳节礼券发放案。第4点，接纳迷你型无线喊话器采购案。那第4点就是这个月18日上午10点，于宜兰市中山国小小巨蛋，由宜兰教会发起宜兰市教会联合奋兴培灵会。本主日当周的主日礼拜改制参加该场培灵会。主日学孩童于上午10点前，请至该校的视听教室参加儿童乐主日欢聚，会友请自行前往场地聚会。本会当日则无安排礼拜。第5点，2024年度携手爱无限2.0事工已开跑，请兄姐为该计划弱势家庭奉献1户500元。本会认领目标关怀为100户。第6点，近日网络诈骗频传，请兄姐留意凡举脸书或赖等社群有不明人士邀您加入好友等事情，可能为诈骗集团行骗手段，切勿上当受骗。那肢体消遣，请大家自行过目。那财务部分奉献收支如周报上。那如果有问题的话，请向财务同工反映。那下周的服侍人员也如周报上。那请同工预备心。那以下再请牧师补充。感谢平安。特别搁一届提醒，咱伫咧8月18后，迄个第3主日咱有甲即个宜兰市的正教会同齐有一个联合的即个培灵会所以迄天咱家己本堂是无做礼拜，咱拢总选去到伫即个中山国小的即个小巨蛋的所在，所以请咱会记哩迄个时间。咱若是小朋友会记哩，咱嘛是带去吼。咱家长带去的时阵咱先带去即个将小朋友带去视听教室，迄边遐有专门的人来甲咱照顾咱的细囝吼。所以咱就是父母带着囡仔，咱共款拢是去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请咱会记即个时间。过来就是咱伫咧即个携手爱无限的部分，咱已经开始开跑所以要请咱众兄弟，咱共同来关心即个事工即个事工咱甲往年共款，咱游玩咱认领100户吼。咱总共咱规个宜兰市即个弱势的家庭，目前伫咧原地本地伫我的手底资料是应该有700几户。咱教会差不多占1/7安尼啦，嘛差不多，因为咱宜兰的遮个教会差不多有咧参与的，差不多嘛是差不多伫7间左右，有几间教会因领迄个认领的户数搁较济，甚至搁认领去到伫别个区吼，亲像讲宜山即边，也是壮围迄边。拢有诶教会，因就是讲因诶能力有可能，因就伫迄中间来参与伫咧即个关怀即个事工，所以请咱共同来关心即个事工，会通安尼紧紧来落实咱将即个代志若甲完成了后，咱就会有邀请到即100个即个关怀的即个户来到伫咱的教会，咱来去甲关心。嘛关心因的家庭的状况，等等这个咱伫咧即个第6项即个吼特别是伫咧教会即边遮，其实有拄着真大的困扰，就是咱的教会脸书一直有即个这要安讲，拢是要来伫咧内底，咱的即个脸书内底有。拍真侪只文字啦吼，拢文字内面大部分拢是简体字吼，所以嘛是要提醒咱各位兄弟，若确实有不明的人，你都明明唔捌伊，伊要甲你加好友咱尽量爱小可善思一下无随便互人加即个好友啦因为
牧师的 FB 也好，我的 LINE 也好，只敢定定会去收到迄落要来加你好友的，啊内底真大的部分拢是简体字吼，我拢一律存而不论吼。啊若确定讲，因为伊加我好友，结果那个伫咧伊的即个好友栏内底吼，跟我有关系真少啦，定定拢是无的，啊无就是一两个吼，啊就知影讲迄就是有问题，所以咱有敢若用安尼上基本的，因为伊开始加你好友，佫伊会甲你问安，问安了了，佫伊拢用基督教会的用词哦，甲你加好友了了，佫后壁就会开始甲你借钱，所以咱爱真细意，因为会安尼宣布是因为咱真正咱的会友有人真正真故意。假借咱的会友的名，就甲借钱，真正就甲借出去呢。你就知影讲，咱教会真正咱的会友足单纯的，咱的就有看见咱的会友中间有人有欠亏，就真正就甲汇出去汇出去才问，才甲讲伊根本就无甲伊借钱安尼，你就知影讲迄落，咱即马咱的 FB 也好，咱的 LINE 也好。有当尤其是咱若习惯性伫咧 FB 内底贴相片，即马拢会借你的相片来先甲你下载你的图，才落去贴吼。所以若无事，你甲即个人无熟，也是讲是会友，明明我都已经有加过他好友，伊哪会来加我一次？迄拢爱做注意的吼。因为真正有安尼吼，我头开始的时候我嘛毋知影。即个人，我明明是我的脸书的好友，是安怎会像过来加我好友，所以咱即马伫咧即个网络的世界即种的诈骗的手法一直伫遐不断咧更新，所以请咱会友真细意，会安尼甲咱讲，是因为真正咱的教会足有疼心的啦，所以恁。咱伫咧无注意的中间，因为咱的迄个安尼无注意，想讲到咱的兄弟内面有遐尼欠亏，就真正就出去啊，拢无小可问一下，就真正就出去，安尼的时阵造成无必要的困扰，所以特别伫咧咱伫咧中纪会决议内面讲，爱牵周报，互咱的会友搁较确实安尼来注意即件代志。也嘛，搁一摆来感谢庄淑珍院长吼，来到伫咱中间，咱搁一摆拍拖感谢伊。咱教会我感觉讲咱南洋教会会通，这嘛是伫咧当初时伫咧小会咧开会时阵捌讲过，就是咱南洋教会其他会通真做伫南洋区。正教会的祝福，伫咧迄个真济正教会祝福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的教会欢喜开放咱的场所，来互亲像不管是女子新人院也好，包括台湾新人院也好，也是任何遮的教会机构，伊欢喜要来开课，咱的教会拢真欢迎因来咱的教会开课。只不过是讲咱的教会的场所无遐尔好势，但是咱拢真欢迎，所以当初是女主新人伊原底本地因较意外是要去宜兰嘛因原底本地是伫咧罗东，迄当阵伫咧罗东开课，后来罗东迄边遐因为有即个迄叫做啥双联大学，后来宜兰教会迄边拄好嘛有幼稚园，所以因的。场所无方便，招人了来找咱，我一个就甲答应吼。因为咱的教会既然若要真做即个南洋区正教会的祝福，咱第一个就是像即种安尼会通来，互咱的兄弟信仰得到培养，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搁咱开课的内容嘛拢真好。所以会通帮助咱的会友伫咧信仰顶面，伫咧包括生活顶面，咱前一阵咱嘛有开课即个迄个启示录的课等遮。
拢会通对咱有真好的帮助。啊，所以嘛鼓励咱兄弟，咱若时间都合会好势，咱拢会通好来上，吼、对咱的信仰，对咱规个包括咱的生活顶面，我想拢会通有真好的造就。更何况开课是伫咧咱的教会吼，这是不可多得的吼。你用想象讲，今仔日你要上课吼，你走去别间教会，你还佫另外佫爱走较远的，伫咧咱家己的教会聚会，咱真熟悉的场地聚会。这是多么好、多么幸福的事情吼！所以鼓励咱兄弟会通好安尼若有即款安尼会造就的课，尽量来参加，对咱的信仰、对咱的家庭生活，拢有真好的帮助。也期待咱会通真正落实吼，互咱安尼咱的信仰甲咱的生活，规个拢会通落实伫咱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以上。谢谢牧师的补充。那我们接着看周报里面的代祷事项。请大家一起为下面这些会友们，然后提名祷告。我先带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为文明达弟兄病况稳定，赐下足够用的恩典。第二个是陈樱花姐妹，她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求主赐下属天的智慧。还有黄珠姐妹，走路更加平稳，体力更加充沛。吴秀和弟兄体力充沛，每次洗圣都平安顺利。林慧玲姐妹，求主为她预备适合的学校。那我们一起来开口，然后来为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提名来祷告。大家低头一起祷告。敬爱的上帝啊，我们一起为着我们的会友来提名祷告，求主祝福这些会友，明达长老、陈樱花姐妹、黄珠姐妹、吴秀和弟兄、林慧玲姐妹，他们身心灵健康，并且有足够的智慧以及主的同在，来面临许多生活中的挑战。我们也为着世界的平安祷告。俄乌战争持续2年多了，最近还有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也一触即发，战火已夺走不计其数的宝贵性命，求主的和平临到，祈求战火早日平息。我们也为着台湾这块土地祷告。上礼拜的台风造成严重的灾情，影响人民的生活，特别在台湾的南部和东部。求主赐平安给这块土地，让灾情后的重建可以顺利。我们也求主保守会友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给长辈和小孩足够的体力和免疫力。身体正在受病痛所苦的会友，也恳求主来医治。最后，我们为着教会的建堂来祷告。最近有许多建堂的事工及挑战，求主与我们同在，一步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参与的过程中经历主你奇妙的作为，让教会在建堂过程中更团结、更合一。也希望让附近社区的居民能走进教会来认识主。以上祷告所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咱做伙来因祝福的诗歌，圣诗第398首，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此，请林牧师来教导，请咱起立来因传唱。啦啦。
阮搁一摆献上满满的感谢。主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话语，搁一摆来帮助阮，也来引带阮、启发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阮阮会通安尼伫主你的引带甲保守内面，阮来安尼行主你的话语。主，阮也要搁一摆透过阮对你所领受的，阮会通开始伫阮的生命内面，为主你来培养搁较侪合主你所使用的器皿，伫你的教会，伫阮的家庭，伫社会，会通真做规个阮国家的祝福，阮主你的教会的祝福，互主你的教会有满满侪侪遮个。主理安尼合用的器皿伫主理的教会内面，以及伫阮的家庭社区，会通做好的光灯，来见证主理的名，互你的名得到应得的荣光。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咱来用这条祝福的时光，咱彼此来祝福。愿上帝永远因你照美咱，愿上帝个因你照美咱，愿伊照光咱的路上。咱是错错咱倒转，愿上帝的光因你照伫咱，愿上帝的听因你听伫咱，愿上帝的听因你听伫咱，愿咱所命里咱所做所过，愿上帝的听因你听伫咱，愿上帝平安因你赐予咱，愿上帝平安因你赐予咱，愿因所过无咱，让咱出。愿上帝平安赐予咱，愿上帝的听听伫咱，愿上帝的光因你照伫咱，一个永今仔日有爱餐所以请咱大家人交易了了，咱来到选到伫即个总庭的所在。